细汉的时阵，可惜家己有咧甲厝内底的士大人讲台语，就无咧求进步。若准讲家己已经足厉害啊，一直到读高中的时阵，才雄雄发现，我根本就无家己想的遐尼敖。毋但讲台语讲甲足袂练得，连白话字嘛看拢无。对迄时开始，为着要甲家己的母语找转来，我就会伫网络找资源，家己学白话字。毋过无对老师咧学，效果总是有限。所以旧年会当伫大专中心上课，真正是足欢喜的代志。逐摆嘛拢足期待要去上课的日子。伫旧年的台文课，无论是老师的用心栽培，也是甲同学做伙读的文章，甚至是和大家斗阵完成的测验，拢互我对白话字、台语甲汉字有搁较侪了解。毋但是安尼尔尔，我较早罕得用台语咧祈祷，结果有足侪美甲拢毋知，嘛袂去注意着。好佳在有老师的提醒，我才知影原来伫咧祈祷的时阵，爱用阮，袂使用咱。伫遐毋是简单学习若定，我嘛熟识足侪人，搁交着新的朋友，搁有上课进前，搁会当甲大家开讲兼交流。学到足细致的时阵，嘛有人会甲我鼓励，才会记伫到今，犹搁会互我感受到迄当时的温暖。最后，我想要感谢每一个伫大专中心拄着的人，会用甲大家斗阵学习，实在有够幸福的。虽然我即摆的程度也无法度出师，毋过学台语本底就是一条足长的路，刷落来，我嘛会继续打拼，继续向前行。